习读者血气丰盛，本来宰相下等抽一本帮出去要3门眼额条比贵高级本章来接待，所以皇帝努力扶着到金地上飞来发杀里，再也海里夸啦夸啦三夸啦来读着杀人拿他本章，这个周记一定要努力来弄出来。可是谁多少上到底？可主要是三个忽一忽悠，心中老早有点。所以小白一句，那个本章不是本人，谁是奉我的大若是宰相下等，与对两个小小四品，把米对米直指宰相，是你那他的。那下等两个字出口嘛，真路地上哗，一人骚动，这个不得，真地上总归别别人。大概一个方言，为啥呢？以老太监徐公为头的，中道御史八气，这个一般中人看得蛮清爽。下等四大饕餮，为首欲为，你一定要想抽，但是人家不老里编剧，离四大更深，哪里没办法？今朝这个新戏个钢铁上金的，一看瓜子四品，关于香香朗朗刚下等好，这哗。那个一上出口一个下灯那里，老弟听见，别一震，嘿嘿，这样的老弟句话一绕再想，就说哎，侬我还会得吃黄，十人心虚啊，塞到本章是我们那头，想不到个新奇的。真够对上的哇！啊，置之不对，刚下灯，心别，玉帝道，忘了，下灯的最近那么两百发言，不里来一个臭水，不知假使神人我来是我立法就不得了噶。可下灯，心得风云，得比气崩。三大本，咱与华人会，我不发举兵，到必归上这毛干，只是。人为塞到本章，啪啪啪塞到我压开，啥题？我打不住lui，老早已经没得商量好。今日去崇阳，皇帝本要出宫去登高，到这个辰光，你布置好人马，先用气势了一统天下。不过后来食堂浪向的副将啦不记得，谁都人少，但是顶破谁是欧陆王马高，一马一根枪，狠得不得了，威望也是高，这个是你的眼中之钉。所以边关作乱，我今天让包一本，请欧陆王马高过山。
出征边关，我不忙能够走私杀人，那么呢，啪把他眼中指定。过头吃巴掌，3次高级本长来，说的我来发救兵啊！救兵不发，粮草发不来，让来走私杀人。这个事体受得避免着了，罪恶大过就2个人晓得了。哪知来了这妖大喜之罪，被他开天使是朋友来击为，后面哗啦哗啦的石头有地道了。哦，顶出手谁是个本天使啊？我只能差不离一口就晓得。反对我一本将他来出征，把他半否杀，他是因为哪知道高级本长来这对，我此去非神是内山内。干嘛你比关高级本长来？本长不来，这身体个杀一针杀脱。那现在来接待这种人，神这个哪好神？神人哪个本长是不到再想起他要杀的，根本难背啊！我是灵儿来。莫如须真经，话要留，毕竟老几句话。谁比那么能承认？好的这个3道本章，老早把我已经烧透了，这并绝嘛。我非但不承认。这个心机个罢了，那么将来我总归改革。万一将来你改革，你这兴隆气水，俩子要夸啦夸啦3夸啦，避免再消沉。哥们呐，总要思想一个办法。我要封地区心。来为国来，这一来个府邸吹信，皇帝相信的读者，我不相信。这种最高嘛，读者相面受命，不知道马地啥个纲目的，我最努力这个接触，那么来我对老金的过了当定事。我王法能随真也相神，出自王家2代的忠良，是忠心耿耿，保佑陛下，这是非体口表。必归总理机构与高级本长竞争，这几之间明明是妖异不中，身心遗害也老我臣。说到给他们下等好了，身体不周嘞，对真子心这个，既真节，既也之节，
许多在那不慌不忙，嘿嘿，小咖喱呀，小咖喱，耶！老姐一听到好不叫我咖喱，你只要不给我，这种称呼难得听见。啥人不叫我老乡呀？老太师，你叫我小咖喱，哼！你是老夫，那个身高本长，如何？这那句爱邻居，许多在口来势汹涌，到底再想我视频呀？你哪会得服呢？宋光照啪找了我这里爱邻居。邻居啥了后来，而且肯定这个三大本章是呢拿开了，已经弄开了，指头呀擦擦头，烧烧头。譬然是哪怕来吵打，到相互来吵，还吵不上。那么我哪年我倒是不邻居哦，那个辰光是不得了，真是生死的不对呀！我好我噶。我开一层，你要进一叉，俺不要俺到底顶我去。那么平居你不能，我有办法，我有杀水盖，有口高本事。平居四手，鱼呀，什么病得着拿出来？哼，我是督照口提示，提示让看下，你下等哪个本章？哦，提示让须的是神，那么下地上，许多在这你的提示上，一个是让把指头一样。你问我下地上，我12句句子拿出来就是，你听得了？提示上清清爽爽下的是。那个三道本乃是以身称。哦，老弟听不懂，说个那个三道本乃是以身称，这种句子才刚不说的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以身称？以把个身体的身为一称两称的称，分明是一个下字。谁提示让神你下等哪个的？老几天子想不了，这头名提示上想为于拼音字母来介绍，3个字拼拢来随这个下字，我随便上不相信。那么这里呀，做到再想里可以呀，就说老几打出一步，对准相位提示上一口嘛。啊！哼，想不了，啥个提示？一张八字头，一个是让不开。好，那么新鲜噶，那个车队帮我背了。我今朝不海来土壤的搬上门，我还不相信。请我往返的吧。风呀！这要到极之间，是人么提示让开一下的？这提示分明是一张。不知一公事都没有。王为谁？他不仅要贻害老臣，为欺骗圣上，真是贼大恶极。忽悠皇帝弄不懂噻。刚才下等那个本来了，让觉着奇怪。你在天书上写一个字啊不个，那么哪桩事体呢？啊，亲家哪里？这天是举手是许多这不慌不忙，雄于神速。俺们那个天使到底哪哈嘛？你拿本天使哈了一合，拿个封面啊，带正上头把皇帝一折，请陛下龙目观看。皇帝是呀，这看见上头清清爽爽的是4个字。奉事提示，这话这到副事提示嘛，本当不是的。是啊。不过我王万岁，什么是副事提示没意思？其实这事啊，隐在其中。哦，神从小与异人受罪啊，生出一双方案。
这样一读者，富是体中的事，所以为泄露出来，一般人是看不出的。尤其像夏登这样雄于鬼胎、鬼是阴谋之人，他越发可发出来。是呀，讲得有道理。见得无是天师，有只是不见无是天师之文。可是看上去本是小灯那个面孔一般，谁？是那在天师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，是儿那个本章为与后事。别，那他人事不佳，定心这个一看啊冷。皇帝来这个相信的，这武士天是本当不是该我们哪是发言。假使我再要跟老子没大事，他天子一怒归人精啊！皇帝个马呀，路人里家什么路啊？不和你要家里干，根本哪有办法？一来闭关于高级本章来带着，后人之间不了心机跟我了。假使我再拉，你再当我督着，那人呢？不承认嘛，我再当个督，我们天书上看下来，督到天亮，督到那人人之无极，不发鼓励。神人，那么神人是三名都多定啊！我两代个老人子了，皇帝压了我水心里得宠我个，可哪神人法子啊？那过两个是我随便那不神人，他的年纪都忘记他这个作用。七称我王万岁，说这高级本章嘛，怎样？朕在仔细这一想嘛，预计是的，预计是的。这位真是如何不胜于寡人观看？陛下，臣身为一国之宰相，实力非济。天下之本章，见到老臣的相逢，我一日生活就反悔了，反悔了。嘿，讲得有道理。到底年纪多少呀？70多张。相府里向是天计划的谁也过，做事本章来一日的让是忘记特这，可大不能挂虑。哦，那是老神仙反悔了。都说已经上完了，皇帝是6的，屋里个爹呀，忘记他。你想挖着驴呀，比用水清，清面的想带也不要记得。只要你神人，那么我要抓了仔细发放。期间我王反三，请教怎样？下等一的3道本章是忘记他个。是的。这哪能信的？忘记呢，顶多只有一次，哪有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忘记？再说别的地方本章他不防卫，偏偏防卫闭关两不相争，人国大事的高级本章就防卫。分明是予以哪个本章，请陛下分了罪。一只眼泪呼哟！皇帝听我谁都这个两上说我们相信的，对个，我也好的嘛，我们那我都相信小邓的说话。哼，谁听啊谁等？像老先生讲的有理，即使防卫只有1次而已。怎么而1次、2次、3次没到4次都防卫了不成？谁说2次防卫？为什么别的地方本章不防卫，偏偏防卫？必会之让两国相争的大事，分明勾引那个该的洪罪。那不得了的，皇帝个白头不了心事个气来子了浪吧？你现在讲给我谁是个心事个讲？俺就是我拿过本章，根本难办呢。不，这个一道我要布置关，随便哪份能声音拿。我王法那说，想老臣忠心耿耿，哪位故意拿过本章？陛下，时朕神纪等70余岁，苟息之年是不中用了，不比当初壮年时代。
搿辰光我帮那皇帝交替水当现在年纪都在，因此呢，我是提防了陛下。现在见的言为嘛，与宋翁也不啊，嘿嘿，说是一个人了，但你对了啦，样样侪对，但你不对起来了，样样闲话听不清，样样侪不对个子，什么的？年纪大在啊，不像过去帮你皇帝做事体，现在你我不来是在提防着。倚老卖老，你说啥？你说了不起的，两代个老人子，那你说大不了。不过再有啥不懂在，再有一啥，我进来个因为好像宋翁一个。哎呀，宋翁什么了？宋翁嘛，还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宋翁呢，还是这个上户个彻底叫宋翁，想不出。这个嘛，还想不出，比老师都觉得才晓得，都这个样。下面查字口风湿，你谁来谁？你像宋翁的只有翁荣，翁荣啥么子嘛？口分个杀人骨。哎，下等了让家徒乱杂，翁荣会得说错的，说是宋翁，趁来家徒让乱。小手子使得皇帝，使得皇帝跳起来，其中的王凡山，下等放在苏港的宋翁呢，没有的，只有翁荣。我倒晓得，翁荣在并非别的，乃是口分的杀人户。下等作为一国之宰相，站在陛下之位，他势必杀人户，把我王凡山坐在居中，当做什么东西？哎呦，也害得了奴我当个笨蛋头啊！还有哪是皇帝真心厚着？小灯啊小灯，那个三道本长本来才名已经多，为过骂我皇帝呀！那个对的石头。他这个做儿子，哼哼，谁疼啊？谁笨是？你把那翁宋翁拿来做宋翁。要就说的说错的，顶的是翁中设置宋翁者，是，二十女传下欺负公，这是你唱下欺公夫难于欺父公。哦，我刚才顶的是皇帝，还当我顶的是在你王位当当为相贼，当当为相贼，相贼不最下面是上面叫相贼。哦，这是顶的是再相顶的是比相贼，是。趁知我个心，推出去马上杀。不过再一想不着，一来两人的老孙子，再来呢，你还是我爱妃个鸡腰了还。现在努力杀他，回到宫里向，我爱妃面上难干的呢。算了吧，上么不上来，谁是讲娘来做宰相么？不是讲便当，谁等是我也将干。后难也讲之在，为好，我这跑团去摘了我，讲之难听讲好，不知讲到无能做啥。将得你后难做普通，下等相公即使你再想做来，送来分庭就有个国家普通的。最通铺没有的，哦，对个是通铺，也当我顶得是个。
通判记好6品。什么是通判比只有读，只有7品的，但是酒不只有读，只有是真因果。这个6品通判是杀公阿们也对都了也不实就的。下等着你的上吧，后头一上去这个副台的人是我的门生，而是我老师做的再想讲道理地高上做个6品也对都了呀。我是你为周记，其这个王怀生。真实的你们不中用了，壮志通判，恐怕已不能胜任。今日告了我为下什么的？改了，你太改了。改了为相，于公于国家，组织不下好事体，年纪都在，那么改了为相，那什么的呢？哼，那个谁到本章，谁该为是？为相告老，二臣不配。这个黑人出身，一起吃。皇帝今朝就滚，告老不配，来二人出身一大家头。本当我预备告老，我想嘛，哪怕回到家乡去，照样相调报初人的部分，如果又来称我上面老太师啊，自家而且是二林老先生，现在你打二林的出身来家头，比这个8亿人。晓得让我决定把一啥二零发位置，非是哪落得落？老金，我落到住来，祈请我王妃生，请陛下开恩，把海林视为老儿臣。一个贼相，为要收少不轻。神公3日在10天之内备好宜将，只若多出个口，立刻严此。是宜交之后，杀地方官押出王身。为主家乡被人私购，不得参与地方上的政事。倘要参与，神功得志，立刻再说。此情也去要隆恩，下听有我了，小弟子，欧举保证一步一生。二零出生干他，10年里向一家多少口口，马上退了，2出亡人。回到家乡，你不要老夫他知我做过再想了很多事体来问我了，处于地方不正，立刻要杀。一方面规正好少的带领呢，相调报其他要真的。实力将军过来，走，老几路狼狈不可啊！临若起眼梢对正是多少口口，呵呵。我几十年的宰相时大根是门上几年之道理满天下，这般人许义公把起要想背到我大不要起来，非要想动我半根毫毛，想不到本来的无名小子夸了3夸了2块头名老比赛，再想夸他的，我是一只口眼也不比，让老几嘛呼太下去，立下去，皇帝马上要做几桩大事体，啥个大事体？归在兵部上市，3日之内都整好兵马里。身康将士身体，大力去大功一次。第2桩事体，周备人想小灯割脱了，预备人想丁举队带上去。那么丁爷进第3章。这个谁都叫谁之间不得了不得，当时的人心也是不理呀。比老乡困着来后，我为摸儿过去，哈哈就有风雨风里了啊！亲家清风，谁都叫是恶心的一个宰相，把我用钢木做了脚踢的。哎呀，我谁只看眼闭着，神听风啊！口里拨了到举下来，听风不在山上在，不叫风里少个管家，风得里三跑无不来事，攻来到，那么啥个？丁举队个只位置空了浪，那么让里组织预备人想吧。队里看看还不来个，啊，你都这么来事个了，做顾不到来事，做宰相不容易个。这张纸玻璃钢切下来，说菜说包，乌龙不离去，干啥个？风里一个独占股吧，哎呦，皇帝这年头都在于之股了，这是说明股、测试股、香米股，谁也有股在？哎，
我今家风里个骨子也动，酒兵还也动，但是事情不大做。那么我为啥个你那个事情千里到宫里向等我夸啦夸啦再夸啦？对，一周你这么远来，开明代的兰州总之牛长生不必有一个军事雷把问，想着军事了余罪啊，请讲。现在而在手中有独孤举下给令，举非为森林与公于民，抽当见地识破因为失去迹象，与公于国两桩济公，神功风儿后国军事东出不正，前世年禄宝地不饶禄家，是饶计较不宜时刻，谁到谁记。前知多招神武之人，领武之人，所无神功之意，哪一个万功大有，要私下明清多招神功得志，立刻在世，非亲不在即，不在即。前世上方宝剑，举出猛兽焚武，必中计。身后不本事，谁都叫小子我王费三万三费万三，疯得了自家弄不舒服要守着，那么那还么何以为是在说的？